咱定定咧食的炒仔粿，一开始吼是咧什么款的节日？什么款的节日咧做的时阵的食物？应该是清明。前面我印象中，我去较早去背梦啊，湖南嘛啊，拢会传咧炒仔粿啊，对吧？菜脯米啊，红豆啊，所以有食过，你迄个时阵有应该食过。是清明照应该流。是清明。又贵。用这哦应该是大家爱食对对做，对对对做哎对。又确定哦。请确定吼，我第一那边来咧，紧张啦。请确定我的答案是。节日，咱讲节日，咱袂讲节日。节用的对，比如讲第一节、第二节，他用节。啊，那讲年仔节啊，咱袂讲年仔节啦，哦，这第一个。第二，咱袂讲清明节，咱讲清明俩，咱就要加这个节吼。啊，迄个拄则讲是安怎？迄个炒仔粿是用伫清明吼，因为迄个炒仔粿咱话是用艾草叫香嘛，啊话是用迄个鼠曲草、刺壳草来做的。啊，因为伫清明的前后，多是这两种。迄个食物，吼，不管是香，还是咱刺壳草发了上旺的时阵，啊，恁看咱祖先就有智慧的，就安那就地取材嘛，再摕来甲做粿啊。是。